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经过的4年啦，华东铁路天气化完工通车，启动人梦的过久的个普悠玛号，为负责东线铁路运输的。不过大家要特注意普悠玛号的时间，同样是一等舒服人、一等丰盛的第二2007柴油车也要退役的。第二2007头头摆喊做光华号在西浦干线行驶，48年前对日本传入台湾家下。只是台湾陆地航轻架的交通工具哦，特别到高雄是为4点钟40分钟路到位，初会到按高级插法的光华号，佢当时係過受理的事情咯。有認證光華號的車上係跑鐵的嘢，看起個鏡頭同烏色的沙灘車係個強的對比，也因為安尼，大家有喊伊做跑鐵的。7月16日，台鐵查標的時間表會太改，跑鐵的也會正式退役的。接下來錄帶大家來看跑鐵的一個故事，也將論紀錄片圖樣和避風嘅鏡頭，對半天高來欣賞，目前天氣化，火車路況還冇天火盾架下，跑鐵的睇發動中國航行嘅將畫面。去 T45工作班上班报道。天芒讲，火车司机站中建筑准备为做谁嘞？现场就车老温健准备好。上班还要拿人保单，那都很多保单，保单都既有时间，迄人嘛也有名有员工代号，吼，那忙的都会停查，忙些咧，吼嘛该参，好像路亚站，吼会停查，关山会停查，那随身的用进油打到底部。司机让改乌色故事包从八宝推上，骗子天火部老来吧，嘛改多久？啊，你单咧用进好咧，都会做得咧，拿掉一个卡棒，底部油，啊，有那个加拉货，啊，加拉货也太薄，那种中途差油嘛该小小问题，去甲做得处理的，哦，你有了啊，加拉货做得啊，去甲拿来用。报道好，出发前还会做好各项检查。你也都前进档的啦，吼，你也讲车要向前跳跳，啊，要推，哦，都向下摆来，吼，你都要推的，啊，你都动往都无吼，所以讲，你起步一定要按哦，接到热心人嘞，将变速一定要变速，啊，莫伊热心人伊无变速哦，去走吼，无好唔会夹。要动要失油。这个驾驶间呢，是喺火车嘅控制中心。有调度员有嘛个事情，佢简讯要来，啊，你要让调度员讲话，你也得直接牵落去，你也有话筒，让调度员都直接做得讲话。花莲老推动嘅跑鐵哥為定努力消費，天地嘅高價，所以努力查頭，你係同時看得到最多跑鐵哥嘅查頭。今天講5點lang，跑鐵哥已經地嘅頂，你客群領太保社保陸續上車，據兩棟地嘅取車嘅鋪主嘛，對順後下個，表示星球90嘅時台已經到嚟。出發嚟，推之前跑鐵哥喊係做嚟嘅貴族嘅條路，留特擺出去做到天好。
从水沟后嘅早水头，山头红还看得到蒙蒙嘅水珠。出门路嘅景色，就像係天然畫面，一步一步地蒙住頭前入下個。經過天總，經過山行，地花東上古嘅大家寫成狀頭，留下機都有老師妹，有都市嘅欣賞，看到你去到動感圖。60歲嘅中建築，地推鐵服務了30年，咪是咧15年嘅拍鐵哥。一看到綠燈，我哋都講比賽嚟，啊也講黃燈，比賽追，嘅看到比賽追，我哋要視察落去後嘅速嘅踩嘅速度啊，都係差唔多60公里以下。也看到很多都比賽先做。拍鐵哥會退下來咧。堂機講話，處地機都唔判定。機號都講頭擺真嘅嚇，同威放下。而家講其他駕駛官都講頭擺嚇，佢是體格嘅查，咩頭架？你嘅蒸汽機車嚇，較慢嘛嚇。啊，用掠落去查，耐用啦。你賺錢多少錢啦？銀行錢都要籌啦。1966年，台鐵老日本東急車輛局操主席會上買了37台 stainless 叉體操組叉，包含25台同力叉、6台冇同力嘅頭叉。準備幾天落去，頭叉已經做下部會睇，兩下咪是用15台同力叉，唔過是用12台限時的。第二年前落去操組叉，頭下馬留機按度講法後，第4鋪幹線時。究竟為幾解 stainless 叉體，老改良時無頭會改進氣浮叉都冇通用，所以研究老機很早拍鐵個。講法後一點鐘4到80公里，第48年前西浦高速每5里片嘅煙台，台北到高雄需4點鐘40分鐘，台北到台中每站2點半鐘，係台灣6鐵後最佳嘅交通工具。視線嗰邊，佢哋問啲空車天天啦，嗬。想講你要做啲錯啲仲喺度講啲高級嘅貨車都錯啦。錯了嗬，而家用青島人用氣嘅，你看佢停嘅站少，速度較急，照就花佢，哇個。改良師作為到排條嘅拍鐵個，是係一件當風險嘅事情，係那火車行係住講法後寫者，老大家服務。當然，做觀光小姐冇咁簡單啊，那總要考試哈，考試。各位有都車都有看到，以前觀光小姐嗰種嘅送茶有冇？有倒茶啊，也有報紙啊，所以那時候的觀光小姐是很風光的。你坐觀光後嘅，人家有超過嘅中華高鐵嗬，佢嘅查嗰條鐵路嗬，23尾就嘅離線拆嘅。西點麵包嘅啱啊，蝦嘅，大家都有。1979年，西部幹線鐵路天意罷工後，市區後推動公法後就歸行被廢線，老西部幹線推中200個基建，報每站有天嘅推到發動來。西部幹線有電氣化了，辦事到台北都輸啊，因為台北輸啊，幹嘛電氣化嘛，所以一直推，推到那花蓮。推花蓮都變台北，花蓮到台東。火車在向南時，天沙線老拍鐵個經過嘅欣賞，真係保存得唔透嘅嗰個好，嗰個是嗰個就為好個咧，兩係拍鐵個最尾一擺，真係天氣好嘅畫面咧。
跑铁哥连下死就地打走，老林昂儿没地发动中国出现，主让夫妇后生儿老上下班感应。发动铁路天气发作后，7月16推铁过时间过後，大家夢嚟東要嘅鋪咗馬正式上線。第二熱氣冷冷，跑鐵哥每週每週天連茶來推，當一湊感應下，每到唔排的。这每天做，因为在台东上班，所以就每天做。那知道这个光华号就是可能就快有知道说要停驶了，差不多7月份左右吧。那会不会觉得舍不得啊？还是说？有啊，就是很怀念啊。就是上下学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坐这班其实会舍不得，对啊，因为即使有坐一段时间，就是习惯这班车的感觉，然后可以沿途停靠，然后可以看路边的风景这样子。我从关山坐到台东，对，每天都。它很老旧，它是那种没有冷气的啊，平常都是做不到，平常都坐自强号那种，对啊，就感觉很有那种味道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车票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要热天冻热咯，热天啊，就天风天啊，冇啲做啱较多啦，做應該小站嘅較多啦。像小站啊、瑞和啦、海端啦，該小站嘅較多。而家交通冇方便啊，做啲去坐啲普通車較多啊。大隻車子就北推天山60隻位個，坐跑鐵個最後高位，就係老出門大塊內，享受中古吹內嘅風。上下撇到保險，上下係落水過後嘅輕鬆氣息，過山路係撇到超中美。到嚟車頭，韓族嘅老頭呢擔出去賣盤包。條擺賣片檔，我記得我細細個初泡茶去我家鋪嘅大風林，馬上天下春吹賣。唔會像你啊，自強號出門口的，大家都同意個茶門個來相搶嘅。條擺都話時裝啊，買翻把茶葉來，嗰種買片檔係種隻啊，買片檔係出千件狀，強買冇是都是有。還有透過劇出門落去，從每個界升起時期，獨當叫萬危險。冇冷氣，冇刺同門，未冇風送內土。唔過無論係露天山，嚟下裏嘅重點，還有牆皮嘅頂兒倆道，都讓人大轉街落頭擺。所以嗰啲一種嘅頂倆嘛，一小咧，除了普通車比較頂人哈，其他車冇，其他像復興號、莒光號、自強號，佢有空氣吼，啲吼是在安尼小呀。在笑哈，啲冇啲固定人。條擺對壓啲嚟查吼，所以就四三咁叫下，啲當咧吼有一陣將嘢寫種種嘅種數啲啊四三從叫當俾用環保，不要買個新東西。啲噴水，條擺錯冇噴水買我記得條擺錯啲不一定，依家原來很多啦。拜六禮拜咁多人出嚟翕相啊，要做紀念啊，你睇啲最多嘅茶就啲啊。車子度見嘅樣門咪係鐵色，原來啲度狂烈成日幹線落排氣管，係容易講係熱狂門。engine 吼，啟動了有個廢氣啊，排個廢氣啊，都會對入邊上嘢，啲廢氣對入邊，為了美觀啊，好看啊，對風向嘅。車種適度本應話到法拉比波。未會看唔到你。學生一多佢都青菜下啦，我都到此一遊啦，寫一些對車長的一些不禮貌的，就都會寫在這個地方這樣子。車子連車子嘅風度，老腳下嘅圖板，都本應未想起，很少錯火車街下。它有作用，就是風冇變呢個，嗰個銀行冇危險啊你。大家以
下安全送到几位野蔬菜，係大概推天應嘅事情。除了列車中司機人、丈夫車嘅人，可能係大家唔理解看唔到嘅真相。你要帶誰呢系統？我哋在看，看佢有正常嘛？喺正常都來，你帶系統。你為咗安全起見喺系統嘅有師傅做些，我險佢哋下講，見到好差嘅系統，我險唔見啲。2703啟動，啟動哦！那嚟收聽嘅，詳細檢查火車車底，大家素菜。大家食老師嘅都會看詳細。你查你阿系統去來看，看見壓力有哪冇？看你了就有了就有冇嘛嘅，有了冇了。過來，你看查看有水冇？了水，了5秒鐘以上。過來你看真係要加油喎。唔過認為車哥是採球類，冷氣都已經提升，違章是冇按規。還要快多，就這樣子拿出來，整塊的開發比較快啦。看到喺推，你要擦冇那玻璃爛鐵。調成師傅來揾，都了兩片插起來，玻璃綁出來，揾你啲新嘅玻璃。你阿媽做唔係講新嘅啦，應該算講中古嘅你啊拍鐵茶按落嘅嘛，差不多要退休嘅。你阿媽冇東西好賣，你同人插冇杯，愛報廢嘅茶插來掉按較夾啊。老先從長拍鐵哥長嚟為20年，茶哥上上下下，內內外外，幾面都清清楚楚。都茶做嚟因為下尾查下看好解我上嚟當俾試看啊，看茶係會行入去家試看要注意，該注意講天課看佢儀表燈看拉要衝一條佢有一東西要減12月2拍鐵哥推節過後，為老車哥喊做啲嘅劉氏都擺推下來，為推動義務分團負責保障管理，做文化列車同大保孫。前差唔多4台到8台調放嘅，這班就乜嘅鐵路節啦，或者乜嘅節日將來辦些活動做個懷舊之旅，安尼只沖了嘅山坡，來去去嘅拍鐵哥，勞動到人做盼心中，在連中為應該艱苦老長路，未見之內為800世紀嘅鐵紀錄發展。快車總係少一下出高，隨住大戰都聽嘅拍鐵哥，為停下來，事故大咗4種條原因。面對紅海兩個上就雄類，拍鐵哥見事見人，兩到人，兩到老拍鐵哥橋下下海故事，大家研究是為記得。